今年就刚刚今年就他那个扎瓦到了，对吧？扎瓦到北马头157啊，下到啥地方就是往铜锣湾到下去的，是高架桥，也是刚到的。应该是北角码头啊，北角码头，等到这个，什么都会到了，那就是。所以隔壁的酒店。中间的师傅啊，就配合的，一盘的多了，也是因为就刚炒盘呢，另外再买一个收益的。
下老子买那个北京的有些货票是当然是货票，假如把那个地方房子给他去了，把你贴爸爸妈妈。電腦真係唔係你講出講，只想你嘅美麗，我通知等下。晚上的洗澡，要什麼？要不學哦，這是美國人啊，我剛開始拿襪子，我曉得三個襪子帶去洗澡。就是特別多一個，我上次洗，你們知道嗎？帶上洗澡的平常人，他們不洗，帶上洗了，他們三個，這兩張不可能洗，這兩張，有啲都唔啊，我邊個俾手都中咗我手包了，帶上手包，我漂亮，我裡頭帶上青肉一樣，我裡頭就啥也沒有，這個也攞裡頭。我感覺到香港，帶上手後，我感覺到香港嘅那個地鐵，後來要到我到那個樓梯嗰度那個照片，那個照片是多少個問題？生得嚟生到我認嘅啦，這107幾。CK 在上面啊，波士丁道啊，那邊寫住我哋得啦，K 實嘢這邊得啦，我也想問。哦，寫這個寫這個。那個，這是啊，兩張臉就把這個是啊，所以是你的臉就嘛，你的有就看到美女是多的。哦，這個時候也去不了，也不會是多的，把那個舊的就上了，真的，就都是洗上。爸爸，你買的？總之這個大約就係貴嘛，也怎麼會這個？你哋為乜要買咧？係40幾塊買咧，你80塊弄寫了20嚟咧。Mga Pilipino, mga mamski. Hindi oh. 這煤氣啊，或者叫做真空嘅就一個好似叫做馬嘅種啊。如果嘛，44塊我才買它的呀，買它都貴，它煤氣的呀，才買它，買的以後呢。